后来继续来到中华花坛，最近讲有滚啊穿一个椅仔，伫个街路顶安尼赢飞，飞了忝，就徛伫个电线面顶来休喘。在地人讲，迄个景象是真壮观，但是大量的椅仔嘛放袂少的鸟仔屎，互民众是真困扰。有生物老师来分析，因为落过大雨了后，昆虫会出来偷窥，椅仔嘛会出来找食，所以才一时之间椅仔拢飞出笼。等到这个天气较好了后，椅仔就会离开咯。几啊只椅仔伫街仔头，阁有民家厝飞来飞去，而且阁有拿轰炸机共款的声音。这是中华花坛的中正路，真侪椅仔咧飞的景象，强要规个天顶拢是椅仔飞甲忝啊，规气停伫电线休困。自厝内对外口看，规排椅仔停伫电线休困，数量侪甲根本算袂完，连在地民众拢讲真壮观。落雨了，6、7点啊遐吼，两边的电火线面顶拢停规排。哦，迄会使讲看起来感觉我足壮观的啦。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天啊，椅仔嘛对咧买菜，好袂少路边的车辆和民众互椅仔排虾米攻击。厝住伫花坛的丁小姐摕扫帚，阁有水管来清涂骹。当伊到厝内一看，阁有2个椅仔会收。大工下晡拢会使看到真侪椅仔。家自从有2个，就是我以后发现下午一群300-400只都是会在这边。是安怎乡上有这么侪椅仔？生物老师讲和大雨有关。大雨过后，那个昆虫比较多，会往比较低的地方飞，也就是因为了要觅食所出现。只要大雨一停，蚊仔、蝉的、还有虫拖拢会走出来，就会去因椅仔来食。只要天气较热，虫变少，椅仔自然就会够消息。